今年的总统教育奖年纪上细只有9岁，伊是读高雄的西甲国小。因为目睭生癌总无看，但是这个囡仔真坚强，比一般的囡仔更加付出、更加努力。这个钢琴、游水、武术，逐项拢真精。积极的人生的态度，互人真赞赏。邱镜头啊，伫琴里顶面打造的电影《暮光之城》主题曲，这位小弟弟博勋只有9岁，过伊琴艺非常熟练。其实即马伊目睭看无拢失明啊，不过伊非常努力，可以争取今年总统教育奖年纪上小的得主。就是我出生第4个月嘛，然后患得母细胞瘤，然后在治疗的当中，我就感觉讲音乐可以让放松啊。钢琴比赛经常得奖，将歌手小黄旗作为好模样。除了音乐，目睭看无伊，甚至翻到日月潭、游水、武术，拢真熬。幸好教练在我旁边，要不然我就游到福彩了。伊的妈妈并无逼囡仔病痛拍倒，为着让囡仔成长，要求家己爱愈坚强。一个是张真，他可以做很多事，他只是因为看不见，可是他只要肯学，他一定跟一般人一样。上帝将伊的灵魂之窗关起来，不过，互伊更加是努力向上，乐观面对无平凡的人生遭遇。